对立委执期讲，目前的补助对国内旅游的帮助是真有限。交通部表示讲，对明年3月开始，平常时若春去大，就相关的补助，鼓励民众平常时休困。若民众是认为讲有一寡景点交通基本面也是爱改善，即国内旅游的意愿才会增加。宜兰大溪真有名的汤围高公园，毋是假日的时阵嘛是有真侪民众来遮浸脚，真侪人拢讲比起来平常时的人较少，浸起来嘛较轻松。不要跟人家挤啊。就觉得假日省塞车这样。啊，对啊，我们英都没带纸啊。不过当地的大商讲，平常时含假日这游客数量是差真侪，想要炒热商机嘛炒袂起来。为着要刺激各地的热度，交通部要对明年3月开始，包括平常时的大俗含生日等等，拢有相关旅游补助，嘛鼓励大家加休假。国人，如果你有特休，可以在平日来休假的话，大家要勇敢去休假。好，那我们当然交通部这边能够做的是住宿的这个补助的方案，希望鼓励大家在平日去住。但世界指出讲，交通部的补助方案是希望民众加来利用平常时的大俗，另外各地的大俗计小相关的问题，伊认为必须要回归市场机制，尊重商业行为。立管民俗业者指出讲，假日的大房率会当突破90%，但是平常时是敢若占一半尔。对政府明年的大房优惠补贴方案，因是乐观其成。能够在平日那多一些优惠，那包括地方政府提供的相关补助或者是活动等等哈，跟饭店一起来做结合搭配，都可以吸引更多的客人。旅游业者讲，个人嘛是较惯势伫拜六礼拜假日去旅行，嘛互旅游资源实行，透过补助也是政策的奖励，提高因平常时去观光的意愿，再当搁较有效来提升各都的比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